着这个明年的元旦，内地就要开放进口，但是即摆嘛引发着标章混乱的问题。卫福部伫顶个月底推出着台湾猪的大纸，农委会嘛来推出着台湾猪的标章，两种的标示同款拢是青底金字。业者讲实在唔知影差伫倒位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一直咧呼吁业者爱来申请标章，那你民众应该看到一种咧。陈吉仲讲两种拢会使。记得要用标章嘞。有。看到肉片的业者就赶紧来推销台湾猪的标章，而且佮大喙来食讲完。不过诸位，你看到在打顶已经有挂另外一个标章，是圆形标章，都是台湾的国产猪。这个是卫福部的，它就是只要业者拿这个标示，它也是属于我们的国产猪。详细看，同款拢是青底金字，而且台湾猪3字也佮写甲大。不过这个是卫福部推行的标签，唔免申请，业者就会当家己来打。另外一个是要经过农委会审查有通过，才会当来挂。不过详细看这两个标章，生做淡薄仔行。这两个标章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？不同的意义哦，这我不知道。因为申请农委会标章，它是要负责它的溯源，它的上游是哪一个业者。那卫福部这个呢，只是业者直接把它写上去、贴上去，它是属于国产猪的。既然两个拢会当，农业者咧讲，安尼敢阁有需要去申请农委会的标章？加一个单位就挂2-3个标章，美国的来猪还未来，猪肉市场的标章就大甲灰，互业者参民众嘛看甲雾煞煞。